劉謙驚李允嚇傻，阿媽想見客。來，1、2、3，你寫什麼？沒有。啊，寫得不一樣，我寫番號。女友李允尋日生日噃，劉謙唔同人慶祝，反而同周杰倫喺度變魔術。唉，冇計啦，喺台北有份投資嘅餐廳開幕記招，點可以唔到？那今天女朋友來嗎？他本來是要來的，結果他可能昨天被你們嚇到了，所以今天可能。佢哋戀情大前日曝光，香港靚模戀上台灣魔術師，實多人關注㗎。兩個人現在感情怎麼樣？沒有，剛開始發展，你還不能說兩個人，還不能說是女朋友啦。就是如果沒有大家的，如果有大家的祝福，然後沒有大家的干擾的話，我覺得應該是還有不錯的發展。所以現在還不算戀愛 ING 嗎？Beginning 吧，還不算 ING。但就話媽咪叫，有機會約埋李允一齊食飯。